嗨，大家好，我是坦平树，今天是2025年9月7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聊聊中国的房地产。咱们先看房企的消息。现在房企的一哥央企开发商保利9月5号，保利发展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布2025年8月份销售情况简报。2025年8月，保利发展实现签约面积94万平方米。同比减少25%，签约金额180亿，同比减少19%。这可是一哥，这个保利是央企开发商排第一。8月份无论是销售面积还是销售金额，都是2位数以上的下降，也可以说是暴跌，没人买房。我记得经济学家马冠元说有很多人买房害怕烂尾。我还没听说保利开发的房子烂尾，也就是你买保利的房子不会烂尾，至少到目前。那为什么保利的房子也没人买？也是至少说明现在人不买房，最主要原因不是说怕它烂尾，毕竟还有好多开发商是卖现房的，现房都卖不掉，所以你扯什么烂尾只是一个次要原因，就是你贪便宜，你买那些小开发商的房子，结果一不小心中招了，人家资金链断了，烂尾了。现在有这个风险，就小开发商是有这风险的，民营开发商。但是像保利这样的一哥央企，目前来说烂尾的风险还是比较小，可以忽略不计。实在不行，你买现房，大把的现房都卖不掉。这个2025年1到8月，保利发展实现签约面积900万平方米，同比减少27%，签约金额1812亿元，同比减少18%。前8个月成交单面积是减少27%，金额减少18%。所以说房地产目前什么个现状，大家心里有数，也就是保利的房子都卖不掉，你就不要说扯其他的了。这个周末最火的新闻就是深圳部分放开限购，也就是深圳出了政策，比北京、上海稍微步子迈的稍微大一点点，但是本质上是差不多的。那同样，只要出了政策，那就有人叫好，就有人鼓掌，套路都差不多。总之，这个周五晚上夜里匆匆忙忙出台政策，马上就生效，实际上就想赶上这个周末周六周日能多卖几套。你比如说央视财经马上就跟进报道，说在深圳宝安的一家房地产中介门店，几乎所有的经纪人都在打电话约待看。这里的负责人告诉记者，从昨天晚上开始就不断有客户在线上咨询看房，受到限购政策松绑的影响，门店咨询和带看量六日都有了明显提升。据了解，除了进一步放宽限购区域，新政再次优化调整个人住房信贷政策，按照深圳此前实行的利率，二套住房利率为 3.45%， 新政后首套住房、二套住房利率将统一为3.04%。除了深圳，近期北京和上海也先后放宽购房政策，至此1个月内已有3个一线城市放宽限购政策。熟悉的配方，熟悉的味道。总之，政策一出，后面就一批叫好的。但是等到下个月一看数字，然并卵，啥用也没有。全国房地产市场机会与风险监测系统显示，今年8月，全国50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成交面积环比7月下降5%，同比去年8月下降20%。也就是刚才说的保利，不是他一家，今年8月份全国的新建商品住宅成交面积都下降，比去年8月比下降20%，比今年7月环比下跌5%。关键是8月份的这个成交量已经创10几年来的同期的新低，也就是说8月份非常惨淡。现在9月第一周已经过去了，我们甚至不难得出一个结论，这9月份恐怕比8月份还要惨。不要说什么金九银十，那都是老黄历了。为什么深圳急了呢？虽然前面北京、上海已经做出表率，完全迈了一小步，那深圳立马跟上，这个还是有原因的。今天我在网上看到一个帖子，反映的是深圳的老师居然被欠薪，当然这个是不是普遍情况咱不清楚。他的帖子这么说的，他说宝安区的老师们，我们被欠薪了。说的是深圳宝安区，他说主要是午餐、午休和课后延时服务费。他说能不能去向上级反映呢？
我写了12345市长热线那个投诉热线，说教育局回了电话，态度很强硬，说现在财政就是没钱，就是发不起，你投诉也没用。大家知道吧？我以前介绍过，你打12345，他是必须给你回复的，不像有的投诉，你投诉了就石沉大海，也不知道整哪儿去了。12345，只要你投诉了，他一定会给你回复，就是这个事情办的你满意不满意，总之人家会给你回复，这就是一个进步了。以前人家就不给你回复，结果教育局还真给他回复了，但是回复的结果他肯定是不满意。教育局说了，你爱去哪儿搞去哪儿搞，反正是财政没钱，不是我不给你发，那不就是深圳市政府没钱吗？说你投诉也没用。这个投诉的这个老师说，他说我觉得有文件规定的事情就能这样一手遮天过去了吗？他说他把他给12345反映的写的投诉内容给公布了，我们通过他的投诉内容就知道他到底什么情况。他内容这么写的，他说我是深圳市宝安区的一名小学教师，我的2025年3月到7月，就是今年上学期的3月到7月课后延时服务费和午餐午休看管费有少发情况，经过与学校领导沟通，领导表示是上级部门未拨款，所以未发，就不是学校扣了他们的钱，而是这个钱本来是教育局发的学校，学校给老师发，但是这个教育局没发，就这意思。你不能怪学校，教育局回复的你不能怪教育局，是政府没给。省府办规2018-8号说，深圳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午餐午休管理的意见指出，公办学校午餐午休管理工作由学校教职工承担的，按每人每天150元标准，在经费上予以保障，由同级教育财政部门按照有关规定单列核增拨付。也就是说，他这个老师所投诉的这个就是学生午餐午休管理这个费用，按照深圳市的有关规定，一天150是由财政部门拨付的。还有各学校课后服务专项经费预算，按每学生每年1000元标准作为控制数，这个也是由财政来支付。结果深圳宝安的小学老师说，他们已经3到7学期上学期的这个钱根本就没拿到。教育局倒也痛快，直接告诉他没钱，是规定了是应该由政府拨付，但是就是没钱。现在欠的是学生午餐午休管理费，还有这个叫课后延时服务费，那下一步欠工资也就顺理成章。所以即便是深圳政府，他也是缺钱，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不要看深圳发展的不错，恐怕都是缺钱。缺钱的主要原因就是不掉地，卖不掉，主要原因就是房子卖不了，韭菜不买房。中指研究院公布的一个关于2025年上半年全国土地出让金前20名城市，这个杭州1161亿排第一，就是上半年；北京是1006亿排第二，上海是638亿排第三，成都是424亿排第四，南京283亿排第五。这个深圳居然排在20名之外，这前20名里面没有深圳。那就是深圳上半年就没卖地啊，那缺钱就很正常了。卖地第一名呢，就是过气网红城市杭州，杭州的上半年土地出让金是上海的2倍，而且这杭州上半年卖地的收入已经和2024年全年差不多了。我就是心里有纳闷，就咱只是说怀疑，过气网红城市杭州这房地产市场就真的这么火吗？真的有这么多人去买他的地吗？买了地开发房子，真的卖得掉吗？还是说他这里面是在刷单，不得而知。反正杭州的卖地收入显得那么诡异。你要说浙江的经济好，浙江的营商环境好，你也可以这么说。但是同样浙江卖地收入排第二的宁波的经济也不错，它的卖地收入上半年只有128亿，它在全国它排第19名。为什么它跟这个杭州它差距就这么大呢？还不到杭州的一个零头。杭州是1161亿嘛，这宁波只有128亿，所以说啊，你就觉得这个杭州的卖地收入不太好解释，百思不得其解。我们再说说上海的楼市，对吧？这一说到上海楼市，那都是那个豪宅日光，对吧？
5000万、7000万一套的房子根本就不愁卖，一推出来就没了，平均1分钟1个亿的成交。事实上呢，反正外环外的房子卖不掉。今天有个新闻叫大碗新闻报道，说上海老洋房1.5亿起拍，降5334万仍然流拍，也就是降1/3，还是流拍。9月7日，大碗新闻记者从阿里资产平台看到上海一栋100年老洋房2拍降价5300多万，2拍这1拍流拍了已经，2拍降价5300多万还是流拍，无人参与竞拍，也就是连去参拍的人都没有。这栋老洋房曾是安家32亿等影视剧的取景地，这个32亿好像我还看过，有点印象，好像就是主要写一群女的是吧？这个积极向上钻营呢，就是向上社交，好像是这样吧，我有点印象，记得不太清楚了。然后奋斗，然后最后是一地鸡毛的那个什么故事，也就是这个电影、这个电视还在这个拍卖的这房子这儿取的景，说明那房子可以够好。一拍起价1.5亿，2拍起价9666万，一次性降价5334万，依然无人问津。关键是这个，就是你降价1/3，依然无人问津。9月7日，大碗新闻记者致电负责此次拍卖的上海什么正顺源拍卖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刘先生告诉记者，2拍流拍了，后续应该还会有第3次拍卖，但起拍价格暂未确定。这个新闻说明什么意思呢？就是咱们说的这个上海的豪宅火热，也仅限于那个新房，对吧？你只要一买，那它就是二手了。对不起，你要卖的话就没人问，对吧？你打6折都没人问。要不然这个王思聪那个豪宅挂上去都1年多了，到现在降价再降价也没人问呢，卖不掉，自己砸手上了。所以这个上海的豪宅市场也很奇葩，就二手卖不掉，一手抢，不知道哪儿出了问题，或者这个一手这个新房抢也是宣传出来的，恐怕是个假象，对吧？二手房相对更加真实，无论是拍卖的还是挂牌卖都无人问津。这个有媒体说，他说现在上海二手房有多凉呢？就你想象不到的，说上海的二手房已经冷到什么程度？他说周末去南京西路看个房，他说链家居然出动了5个人陪他看。南京西路那是什么地方？那不都是豪宅吗？那这不豪也得豪，那房价绝对便宜不了，黄金地段。也就是看二手房的人太少了，都没人去看，怪不得这些豪宅拍也拍不掉，挂那儿卖也卖不掉。今天我在网上看到一个视频，是毛大庆对现在这个房地产市场的一个看法。这毛大庆是谁呢？我有印象，他应该是万科的一个高管，那是房地产行业里面的资深人士。但是他现在做什么咱也不知道。他在接受这个一个杂志采访的时候，他认为2017年、2018年以后的房子啊，那个质量是堪忧的，令人担忧。那他是怎么说的？大家看视频。18年往后那一批房子，我是觉得确实让我心里很恐惧。我觉得我们在做房地产有几年啊，这个13、14、15、16这几年，所有的大型房地产公司，那是比拼的就是质量。那几年的房子真的很好。说到这儿，必须问一个延伸的问题啊。我们都说这个高层不能住，高层很危险，房子结构建筑不行，到底是不是真的？我对超高层我其实是挺不喜欢的，我觉得超高层有很多隐患和很多的问题啊。当然你说这个房子结构不安全，这我不同意。在我从事房地产这30、40年的过程中，我没看见中国有多少结构出问题的房子，但出问题比较多的是什么呢？是最大的是管道。你看我们这些年频繁的爆炸，这爆炸是什么爆炸呢？就是主要是燃气、煤气这个问题，我认为真的是个大问题。但这个绝对不仅仅是超高层。但是有说法说，哎呦，我们90年代买的房子现在30年了嘛，那中国房子寿命可能就是30年、40年，这个是真的吗？我觉得00年往后的应该都还是比较规范和严谨的啊。2018年以后有一些问题，主要因为当时房地产
这个情况太不好了，开发商极度缺钱，克扣工程队的钱，工程队又去克扣各种材料商的钱，导致有一批房子质量不好，这是我非常担忧的。中国房地产调控最严厉的，就是产生效果的，就18年往后那一批房子，我是觉得确实让我心里很恐惧。我觉得我们在做房地产有几年啊，这个13、14、15、16这几年，所有的大型房地产公司，那是比拼的就是质量。那几年的房子真的很好，所以很多人说买二手房，我说去买，放心买13、14、15、16。你看这房子那个出产是不是那会儿的？那会儿基本上都不错。18年以后慎买。到现在的呢？这2年呢？这2年我就不说了。我想这个毛大庆作为这个行业资深人士说这个话，还是有很强的可信度的，而且也合情合理，对吧？这个我也能想象啊，对吧？你连吃的玩意儿里面都能自由发挥，对不对？你那个汤里面放青霉素，凉茶里面放布洛芬，是吧？那个什么早点里面放什么吗啡，是吧？复方什么胶囊，上一波客人吃剩的挑一挑，对吧？又变成你的手上的黄焖鸡。那个火锅底料回收，变成下一波客人的底料。给孩子们吃的早点里面放了什么工业什么涂料，这不是甘肃那个天水幼儿园吗？也就是说，连吃的这么随意，那你说房子多大点事？前一阵子媒体还报道了，对吧？是湖南吧？哪个地方那个钢材市场瘦身钢筋，给你往这房子里面放钢筋就已经非常不错了，不要再挑了，对吧？有的里面不放钢筋，放的这是什么？不知道什么东西，给你放瘦身钢筋就已经很负责任了，很有底线，对吧？前一阵子好像合肥那个大马路突然中间出来一个坑，对吧？车掉下去，还有高速公路，对吧？桥梁莫名其妙倒了，塌了。所以说毛大庆说这个，我觉得不算危言耸听，我们也没必要太焦虑。所以说你要买这个17年、18年以后的房子，不要说17年、18的房子吧，就是你住的房子还得小心一点，对吧？自己对自己负责任。比如说那个墙有没有裂，对吧？那承重墙、外墙、外立面等等，就是自己多留意。没办法，还记得这湖南长沙，对吧？那个自建房、农民房5层高，突然就垮了，对吧？我记得咱们这个丢人还丢到泰国去了，泰国不是发生过一次地震吗？人家那几十年的烂尾楼都没倒，偏偏咱们在那儿项目居然震塌了，你说这叫什么事？我在想，随着北京、上海、深圳这个救市政策已经出了，按照规律，就是我们的希望，我们都认为它国庆节之前恐怕还要出一次政策才起作用。但是它这么短的时间里面再出政策，你看深圳是，对吧？9月5号才出的政策，你让它9月20几号再出一个吗？所以就是国庆节前再出大的救市政策可能性比较低了，要不然太密了，这政策出的也比较随意。所以这样的话啊，会导致这个很多炒房的还有房产中介，他们就是这个希望破灭，就他们现在支撑他们信念的是国家还要救市，还要出大招，然后这个完了之后，这房价还要涨，不仅要跌，还得往回涨，他们好解套，甚至不仅解套，还要大赚一笔财富自由。他们心心念念的在这个很多地方核心区买房，准备炒加杠杆，说那是稀缺资源，不要怕，现在20万一平米，以后40万一平米，50万一平米，还有人说100万一平米，人有多大胆，对吧？他那个就能卖多高的价钱。就是这些人，他有的人他是加杠杆，对吧？掏空了6个钱包，然后是什么金银贷各种贷来回倒，炒房子，多的时候好几套，7、8套，10来套，少的也有2、3套。你没有个2、3套房子，你怎么好意思叫炒房呢？这些人，我不知道他这个国庆节怎么过，因为他再也等不到好消息了。一旦他们绝望，他们恐怕就要疯狂的挂牌，不行，扛不住了要卖。心中的这个信念理念一旦破灭，人就崩溃的很快，会出现恐慌性的抛盘，就这些死多头在里面扛不住。所以我就觉得9月、10月，甚至这个年底，恐怕这个要加速下跌，很有可能会加速崩。你看啊，从7月开始，是不是
出现加速的苗头了。7月、8月还有很多炒房的，他们还在做梦，觉得9月份会出台政策，对吧？就像那个经济学家说的一样的，这个放开限购，甚至还有的经济学家说这要政府收储，对吧？政府就买房子来把房价拖住。实践证明他都说错了，即便这么干也没有效果。所以我现在越来越强烈的感觉，后面恐怕要加速，所以大家要小心了。北京、上海，对吧？这个新政出来好像没有什么动静。所以说，大家坐稳了，系好安全带。这一轮房地产调整是一定要引那些炒房的人破产，就他不买单谁买单？他们赚的钱要全部如数奉还，完了他还得破产。那就像许老板一样，道理是一样的。我说的是炒房的，你那刚需房一套房的，那都是受害者。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